顶个月22下晡，台中的大道区有民众讲是住伫咧厝内，拄到一个66岁查甫亲门大户，讲伊是水道水公司的人，要来检查因兜的水道水，家己大主大意去到后壁灶骹倒2包粉来检验水质，上尾甲人讨1500块的工钱，摕到钱了就随做伊走。民众一个问水道水公司，原来是变仙仔，提醒民众唔通互伊骗去。 穿着朴色的外套，骑着拍挡车准备要离开。民众指控讲骗钱的就是伊。倒2包迄个粉末头咧，过滤的水，这2包就是1500块。这个查甫人骑着拍挡车，看到民家有老大人伫厝的，就会直接去试门铃。一有人开门，就会骗讲家己是自来水公司的人，要来检查水，刷落来就伫咧水内底倒2包粉，最后阁甲民众来讨2包粉的钱1500块。 民众事后来甲水公司查证，才知影是一场骗局。伊若来到这，我就甲伊问讲，你有是要创啥？安尼就好啊，咱就莫互伊入来。代志就发生伫咧顶个月22号下晡4点外，台中大道大东里受害民众将监视器的画面铺上面册，除了请网友来斗指认，找出这个可恶的查甫人，嘛要提醒大家爱来注意，莫来互人骗。108年的9月，以相同的犯罪手法。 警方表示，这个查甫人66岁，姓柯，是丰原人，进前就捌用同款的手法来骗人。这摆转来大道区，专门锁定厝内是大人，无想到做头一件，就互民众拆破身份，搁互监视器翕落来。警方即马要用车来抓人，以诈欺罪来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